安怎？放一块排骨就好食，放啥？你常我搞健康，你是不是我袂小你就拢甲等来？你这我刚刚食到烟枪芳呢，棒芳呢？棒芳呢？我也是炒饭。你看你一个，讲两句啊，头就咧咧。你伫厨房做事，就爱靠自信，抬头挺胸，我做一项就用皮胖者。这只鸡，伊牺牲家己的性命，挽救咱大家的口福，咱对伊就爱尊敬，就爱温柔，所以咱好啊，甲马杀猪。首先，咱先家的两骨捏好势，再来，家伊胸坎安尼，稍稍的，刷来。家嘅大腿慢慢啊，甲变好。对无？互你偏方者，后礼拜我就考这样菜。啊，你若做到比我好食，你就当做主厨啊。钱啊，我就当起一栋大间房间的老我厝啦，爸妈一间，阿妈一间。好啦，我开始煮啦。大姐、二姐、一人一间，安尼就袂逐讲差讲无家己的房间。阿妈嘛不能逐工爬楼梯爬甲遐尼喘。最重要的是外套房内面外专属免治马桶。你这大个，刚刚就痛。即摆听小蛋蛋就讲无啦，你叫你奶一个。跟咱的幸好，我刚刚调买你奶。来，你帮我起身，我要出来了啊！不要停！出来，拍死！哎，你叫谁洗？张振凯，李长，我小秋啊，咱看他多隔壁你袂记啊？我是你的小学同学啊，咱个逐工做伙拉单杠，弄六叔我啊。讲有。哎，来啊，你叫谁啦？我今摆咧卖这啊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是要给你推销，我是要跟你分享，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高科技健康蛋白，会当修复细胞呢。查甫人用有效，查某囡仔用无效对无？算讲无效，查某囡仔若是的，那变做18岁呢，我跟伊是相见恨晚。张凯，你是你女朋友吼？小姐，你的皮肤无讲介好呢。买一套啦，虽然讲哦，这小小一套就要3600块是有较多，啊，不过甲去猪肉乳杆菌比起来，你少足济。安尼啦，看到你是阮小学同学女朋友的回乡哦，我互你做我的下线，直接拍7折，算你2500就好啊。张凯，你女朋友的皮肤哦，大概袂输阮阿嬷咧，我假设恁今日拄着我，伊会好头球。你即摆是咧讲啥？你的面哦，唔只有像阮阿祖，那我逐工哦，拢你敷面膜呢。
莫甲伊讲遐济。哎，小姐，打7折是2500斤，请讲你是安怎？哎，我搁收你20块呢。哎，迄无重要，咱讲重点。啊，你莫搁讲啊，我无想要听，因为我无兴趣。张振凯，咱两个人会搁见面哦，一定是苗文的安排我来替你倒趁钱的。我保证，半年了后，你会逐工去有钱叫精神，到时阵你会感谢我拢袂有。小姐，我甲你讲，我无你食来路不平，还给我列名刺起来，做歹看。窦文来路不明，多国认证，吧。小学同学，可是厝边，会是欺负人嘞，无义无事。小弟，你坐另外一台啦？是安怎我坐另外一台啊？因为我要等你饭店无用。我来啦，郑凯。张振凯，我们两个每天玩在一起，感情真好哈。对啊，哎，我们来结拜好不好？哇！这个小秋，甲细汉时阵同款，个性一点仔拢无变。对啊，大姐，你会记得咱厝边迄张振凯吗？张振凯，有一点仔印象呢。哦，细汉时阵住伫咱隔壁迄个嘛。哎啥，你做着伊啊？对啊，有够拄好。啊，伊看到你一定足欢喜的呢。我会记你较早哦是两小无猜，伊规工甲你对调调呢。伊变啊，伊变甲已经毋是我熟悉迄个张振凯啊。我对我讲话的态度偌歹的呢。自从伊无缀伫我的后面哦，听我甲伊教死，伊规个人格拢扭曲去。你讲甲袂输，伊是你的细汉的。啊，你两个可有留着话？无呢，真正袂记啊。我阁有产品要推销给伊，阁想要告伊趁钱做我的下线。这么重要的代志，我竟然袂记。真退啦。我乖买啦，你袂当好买啦！你讲我乖买，我较细声，吵起来这不掂的。郑凯，你人挂出去啦！张凯，来，大家多好。你女朋友叫我送物件啦，你说该付钱啦，你无守信用，无负这个是伊的代志。既然你出面啊，产品摕，其他。郑凯，另外买用伊啦。一定爱卖买。我买。靠，以前偌济啦？办啦。啊？用手好啊。哦，拍者。退去啊。退呀。郑凯，我就知你做我上课。这钱我付的，隔壁生活下，我把代志要拜拜。郑凯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。不用叫我老师，我呢是这间饭店的行政主厨，我叫张振凯。小朋友们叫我振凯叔叔就好，好不好？振凯叔叔好。好了，非常好，很开心认识大家，也欢迎你们来到小厨师教室。而今天振凯叔叔呢，要教大家如何做出营养健康又美味的馒头。让各位小朋友们拿回去给爸爸妈妈吃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会说：哇，我家的小宝贝好厉害，好聪明哦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要开始揉面团了哦。好，那面团要怎么揉呢？我们一定要把面团，对啊，面团呢一定要把它揉的又结实又光滑。
这样做出来的馒头才会又 Q 又香又好吃。这样揉，慢慢的揉。老师讲，你有在听无啦？紧做啦！洪爽，我这来重要。是叶老师讲，互你来这上课，对你有帮助，我不是专家安排呢。结果现在物件你要带你创啊？我再给你上课哟啊！这小朋友爸爸，我甲伊讲好不好？嘿啦，你教教啦，你教就好啦。无。小朋友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做馒头？那你可以跟叔叔说你喜欢做什么吗？